赞不赞？赞。好，中间来看中间。再一次，来，重启喽！重拾高工啊，参加全国高职生技术创造力啊比赛第3度荣获冠军啊，消息得来，我们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这个竞赛哈，必须要在8个月前准备，那透过初赛啊，在今年4月初赛有162个队伍，那决赛的话只甄选到36个队伍参加决赛。那这个竞赛在今年7月18号、19号在台湾师大来举办。那本校获得冠军、亚军，还有2个殿军，那真的非常不容易。那在当天由教育部次长林腾蛟次长来颁发奖状、奖金。那尤其我们同学这个奖项为什么非常不容易？它是团队的一个竞赛，必须要有一个电机的人才啊，要资讯的人才，还有设计人才，能够在一个13个小时很短暂的时间内，把它要求的功能做出来啊。那我们要结合这些同学，把程式写好啊，要把机械结构做好，要把线路配好，还要把它的组合做好，另外要加上美工设计，要出类拔萃。那今年的题目，它是针对我们银发族啊，是希望训练他的眼力跟肌肉协调。那利用这个设计来让他在游戏当中获得他这方面的一个增进啊的技能的功能的增进。那我想这个非常有意义。那当然我要在这边要感谢我们老师啊认真的指导。那尤其同学经过这8个月来的努力，终于有这个收获，我们为他们感到非常欣慰，与有荣焉。再次感谢我们老师同学的他们的努力。下来了。同时你先就是你们先。然后造起的时候就有前面的闪烁灯跟声音去播放。按到这边的话，碰到之后它就可以，它会这样反复的运动，然后照到时候就停下来，然后后面的结果后面的字章鱼，照到的时候那些章鱼也会有色光的效果。可以按一下。